政策今後會係點咧？咁係林志深啊，咁鄧小平最近亦都有提到呢個問題㗎喎。係啊，鄧小平咧最近就話過改革同開放政策係冇錯嘅，仲話咧今後要更加開放，要盡量同外界接觸添。咁無疑中國嘅局勢咧係會直接影響香港嘅。咁而家就等我哋睇下中國經濟政策今後所走嘅路向會係點。北京市公安局喺呢個禮拜，北京中央電視台喺新聞聯播裏邊用好主要嘅篇幅報導咗喺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搜捕佢哋所指稱係反革命嘅人，同時亦都報導咗北京公安局下達嘅通緝令，要拘捕北京高校自治聯會嘅學生領袖同埋工人領袖嘅消息。南，1967年10月5日生。公安機關要求人民揭發舉報呢啲人嘅下落，同時亦都有報道話，共產黨嘅組織已經下達命令，要各個單位嘅人交代有冇參加過示威遊行，亦都要佢哋互相檢舉揭發。譬如呢一位北京嘅學生領袖，就俾佢姐姐向公安局舉報而被捕嘅。呢一種鼓勵所謂大義滅親嘅宣傳，有人就認為同文化大革命、四人幫統治嘅時候冇乜分別。成個國家都陷入咗一種互不信任、恐懼、人人自危同埋恐怖嘅氣氛裏邊。上個星期五，鄧小平有一班大部分年齡都超過咗80歲嘅老人陪同，重新露面，顯示咗鄧小平仍然大權在握。6月4號嘅血腥鎮壓同而家進行緊嘅全國大搜捕行動，好多觀察家都認為都係鄧小平親自命令嘅。喺接見呢啲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嘅時候，鄧小平亦都講咗喺呢10年嚟由佢一手制定嘅開放政策，今後會係點嘅？報道引述咗鄧小平嘅講話。黨的11屆3中全會以來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既堅持4項基本原則，又實行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堅定不移地幹下去。基本的路線、基本的方針政策不變，但是要認真總結經驗。不過喺目前咁嘅政治氣氛下面，開放政策能唔能夠繼續落去呢？好多人都唔睇好。佢希望咧繼續翻以前嘅所謂嘅改革或開放嘅政策，使到咧外資能夠繼續喺中國投資，同埋咧喺外貿方面咧係有所擴大嘅。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佢喺政治方面咧，佢係可能係因為呢個屠殺問題咧，佢希望咧係將喺社會上嘅反對嘅勢力咧係趕盡殺絕，所以咧重新實行咧係好嚴厲嘅恐怖政策。而呢啲恐怖政策咧，係將中國嘅整個政治嘅環境咧、政治嘅氣氛咧，係改變得好犀利嘅，甚至咧係恢復到比文化大革命之前咧更加嚴厲嘅情況。所以呢兩者咧係之間係有矛盾嘅。當然呢兩者執行嘅政策嘅人咧係唔相同啦，係冇一個足夠嘅協調。但係中央領導層唔能夠將呢兩個政策嘅方向嘅矛盾係協調或者統一咧，就肯定咧係會導致中央領導層咧可能內部咧都會喺遲一步咧係出現矛盾嘅。中央電視台喺呢個禮拜亦都播出咗一啲有關外商動向嘅消息。記者訪問咗一啲喺上海嘅外國商人，佢哋包括由日本、西德同香港去㗎。報道話呢啲外國公司喺上海發生騷亂期間並冇要僱員撤走，仍然上班繼續做生意。但係報道就冇提到喺北京、上海、天津嘅好多外資公司都為咗安全，要僱員翻去自己嘅國家，生意亦都停咗落嚟。有啲觀察家就指出，外商對喺中國投資嘅信心動搖，甚至出現咗撤走資本嘅行動。呢一啲報導正好反映咗呢一啲行動已經開始令到中國高層感受到壓力。上海市長朱鎔基最近亦都去到喺上海嘅一間中德合作嘅汽車廠，探望喺嗰度嘅德國專家，多謝佢哋喺上海發生騷亂期間仍然留喺工作崗位，並冇撤走。朱鎔基亦都向佢哋保證，中國嘅開放政策並冇改變。
而主管中國對外貿易嘅部長鄭拓斌最近亦都再三重申，中國將會繼續實行改革開放嘅政策。但係鄭拓斌就指責嗰啲因為最近中國局勢而停止合約、撤走資本嘅外國公司係粗暴干預中國嘅內政，話呢啲國家喺度進行緊反華大合唱。呢個講法同50、60年代中國受到孤立嘅時候指責外國嘅措辭係一樣㗎。中國官員而家話要保證開放政策，究竟有冇用呢？我諗保證基本上冇乜大嘅作用啊！我諗外商嘅投資或者外國政府嘅貸款啊，主要考慮咧中國政治嘅環境、政治嘅風險啊。而喺呢方面，我諗基本上從呢個政治嘅鎮壓嘅政策越嚟越厲害嘅時候咧，就好難得以保證嘅。所以雖然話個別嘅商人咧係會投資，但係總嘅發展趨勢咧係會比以前咧係有逆轉啊！即係做生意咧，梗係雙方願意嘅，係嘛？你冇話你願意咧，人哋一定願意。咁中國或者即使想咁樣繼續保持開放啦嚇，你亦都要睇下咧外國咧對於佢目前嘅形勢嘅政治同埋經濟形勢嘅評估啊。如果外邊嘅人感覺到你嗰個投資嘅機會啊，譬如嗰個政治嘅環境啦冇咁有利啦，長遠開放嘅可能性咧係會步伐咧會慢咗落嚟啦。裏邊國內好多官員幹部佢同你哋做生意嘅時候咧掣肘多咗啲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人哋都覺得嚟中國投資嘅吸引性就會細咗啲㗎啦。其實經過今次嘅血腥鎮壓之後，外資喺中國嘅投資已經出現咗好大嘅信心危機。譬如中國南方嘅經濟特區汕頭，最近亦都召開咗外商座談會，向佢哋保證中國嘅開放政策會繼續執行。雖然中國近期嘅騷亂冇波及到呢啲城市，但係呢一類再三嘅保證，係咪意味住中國嘅開放政策已經遇到好大嘅危機呢？其實在商言商，主要考慮一樣嘢就唔係任何嘢都可以做嘅，而主要考慮個風險、考慮利潤嘅問題。而政治環境嘅變化咧，係導致嘅風險增加啦。而經濟困難咧，更加咧係導致到咧可能個成本係抬高咗，甚至咧睇個市場咧係縮減嘅。所以從商人嘅角度嚟考慮咧，就係呢啲因素係必然要考慮嘅。唔理你上頭講咩嘢保證咧，你因為人事嘅變化，因為政策變化咧，係導致到風險啊、成本各方面因素變化嘅時候咧，商人投資咧會重新考慮嘅。我會相信今年嘅因為種種嘅因素、政治因素外部經濟因素，而國內嘅經濟因素咧，係導致到經濟嘅情況咧唔係太好嘅。中國外匯嘅支付能力咧係會比以前咧削減得好多，因此咧就係你即係外商做生意嘅時候需要收外匯嘅，唔係收人民幣嘅。而收外匯基本上因為外匯短缺嘅時候咧，未必收到咧，對佢哋嘅投資或者對佢哋做生意咧係會有所抑制嘅。喺過去10年裏邊咧，中國政治局勢係穩定呢一樣嘢咧，係大家都基本上咧係假設咗嘅，認為冇乜太大嘅困難。佢未必係一個好自由、好民主嘅社會，但係佢政治嘅穩定性係有嘅。咁而家呢個問題咧就係有個好大嘅疑問。咁呢個疑問咧就使到唔係一朝一日可以消除。咁當呢樣嘢唔能夠解決之前咧，而短期裏邊咧，中國亦都好難對呢個問題咧作出任何積極嘅做法咧，可以消除大家對佢政治嘅評估啦。咁嘅時候咧，就投資同埋貿易咧，自然咧會有所減退嘅。最近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呢一類被視為趙紫陽親信嘅中共領導層成員，亦都包括咗前國務院秘書長陳晉生、統戰部長閻明復、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温家寶等等，都喺最近喺不同嘅場合重新露面，顯示呢一班趙紫陽嘅親信暫時冇受到整肅。有啲分析就指出，鄧小平盡量將中共上層嘅打擊面縮細，以緩和黨內嘅不滿情緒。有啲比較樂觀嘅分析就話，鄧小平要留翻佢哋嚟推行佢心目中嘅改革開放政策。趙紫陽嘅呢一班負責推行開放政策嘅親信留翻喺度，對今後嘅改革開放可以發揮到啲乜嘢嘅作用呢？當鄧小平佢哋軍權在握嘅時候咧，再冇挑戰能力嘅時候咧，佢喺上層嗰度可以放寬一些嘅。譬如話有啲人露面，但露面佢唔係等於佢有掌實權啦。
而即使佢能夠做嘢，都係因為佢會悔改啊，或者係擁護啊鄧小平嘅政治政策啫。所以呢方面嘅變化唔會大，反而咧就係呢個方法就係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層咧，特別係鄧小平為首咧，就可能覺得佢能夠支撐力唔係好大，所以逼得不已咧係要拉攏其他人嚟支持，你就藉此咧係爭取咧我諗中層或者下層嘅擁護。呢度就係反映出佢嘅個唔穩定。因為如果佢係穩定，如果係大權真正係全部掌握所有嘅話，佢係唔需要咧係讓步嘅。無論如何，北京高層領導層嘅權力分佈情況係點，到而家咧都唔係好清楚㗎。咁至於做大陸生意嘅香港商人對中國嘅局勢又係點睇呢？下一節同你報導，一陣見啦。咁係啦，石建成啊，咁你訪問咗一啲同大陸做生意嘅香港商人噃，佢哋點睇呢？經過今次嘅事件之後咧，雖然中國政府係聲稱會繼續維持開放嘅政策，但係有啲嘅商人就認為啊，開放嘅政策能唔能夠切實咁樣執行呢，係好成疑問㗎。咁嘅情況對香港嘅經濟會有咩影響呢？我哋一齊睇下。對香港中長期嘅影響，即係話譬如喺5年以後至10年以後嘅香港經濟，尤其是1997之後嘅香港經濟呢，我就好擔心。基本上呢家中國如果嗰個基本嘅政治制度唔改變嘅時候呢，我睇唔到任何有利嘅因素，香港嘅經濟呢可以喺1997年之後呢繼續保持繁榮。因為呢家我哋睇到今次北京事件，中國現在嘅問題唔係邊個係領導人嘅問題，而係基本嗰個政治制度係一個完全獨裁、一個完全唔合理嘅政治制度。如果你今日打倒晒現任嘅政府嘅所有嘅人，一個所謂今日嘅溫和派當權，佢最後嘅結果，如果嗰個基本制度唔變咧，一係咧佢就有正義感，維持佢嗰個溫和嘅思想，結果被踢出局，好似趙紫陽咁啦嚇。另外一個可能咧就係佢自己不經不覺俾呢個咁嘅政治制度腐化咗，自己咧由原來好溫和、好有識見嘅，變咗咧係最殘暴嘅，好似鄧小平咁。咁所以只有兩個可能，呢個制度唔變嘅時候咧，邊個當權咧係都會出現咧所謂一亂10年、10年一亂呢個情況。喺中國政局影響底下，香港中長期嘅經濟表現係有咁大嘅憂慮，咁短期嘅情況又點呢？我相信咧，即係喺短期裏邊咧所受嘅影響咧就唔會好大嘅。主要原因咧就係喺中國已經投資開嘅人，或者進行緊貿易嘅人咧，唔係話一下子咧全部會撤退或者減低嘅。咁所以咧就嗰方面嘅衝擊會比較唔係咁直接。第二咧就商人咧，佢點都要投資，點都要做生意嘅，所以短期中國嘅市場佢唔投資，可能咧仲其中一部分咧，或者會流嚟香港都唔定。但係呢啲咁嘅影響咧，所以係短期嘅，所以即係喺直接短期對香港嘅衝擊係未必大得好緊要嘅。呢種現象最明顯嘅係反映喺香港廠商投資國內開廠嘅經濟活動。自從1979年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嚟，有好多香港嘅廠商陸續將生產轉移到鄰近香港嘅國內地區。依照統計，港商喺廣東省透過3來1補，即係來料加工、來養加工、來件裝配同埋補償貿易方式開設嘅工廠有萬幾間，僱用嘅內地工人超過100萬，有啲估計甚至會有200萬嘅工人。呢類工廠大部分集中喺珠江三角洲，其中以東莞、寶安、中山係最多。有部分廠商甚至將佢哋絕大部分嘅生產線都轉移去到國內，所以佢哋對近日中國政局嘅發展係非常之關注。咁佢哋對國內嘅投資又點樣睇呢？今次事件之後呢，事實上咧，對香港嘅廠家，好似對我哋公司嚟講咧，都係有個信心嘅問題嘅。就係咧，但係我哋相信咧，就國內嘅開放政策啊，特別係中國南方嘅政策咧，我哋相信佢就唔會大改嘅。咁樣目前嚟講咧，我哋咧就繼續咧就喺國內嗰度咧就maintain保持個生產。如果喺開放政策方面唔再進一步咁樣推廣，你哋會唔會即係撤回喺大陸嘅投資？嗱，我哋咧就係作為一個香港廠家啦，喺國內度係搞工業咧，就只有2方面嚟講係第一咧，如果係我哋派去國內嘅工人咧係安全嘅；第二咧，如果我哋喺國內搞工業咧，仲係有錢賺咧，我哋會繼續㗎。
針對香港廠商呢方面嘅憂慮，中央電視台嘅新聞聯播播出咗珠海市長梁廣大最近會見區內合資企業中方領導嘅片段。佢強調中國開放政策係一貫嘅，珠海市係堅決保護外商投資嘅合法權益，同埋保證外商嘅人身安全係受到法律嘅保護。雖然中國官方係有咁嘅保證，係可以穩定到香港廠商繼續維持生產，但係業務發展就會受到影響。我哋公司咧已經決定咧，暫時嚟講咧喺國內嚟講咧就唔會擴充，直至到咧睇下局勢發展成點樣。東銘集團有98%嘅生產線都係喺珠江三角洲，佢哋嘅信心由於受到中國政局嘅影響，已經加速計劃將生產線分散。今次事件咧對我哋有啲影響，好似馬來西亞我哋間工廠咧，就我哋計劃咧就1992年或92年初淨係正式生產嘅，但係由於最近國內嘅情況咧，我哋公司咧就係下咗決心咧，盡量咧將佢加快。我哋希望咧明年到明年中啊，就大約咧就可以去馬來西亞嘅工廠正式可以開始生產。關於印尼嘅工廠咧，我哋計劃嚟講咧，應該1992年下半年正生產嘅。咁由於今次嘅事件咧，我哋希望咧就將印尼嘅生產咧就提早到1991年。呢方面嘅好處係點樣？就主要嚟講咧，就對我哋嚟講就可以減低一啲風險啊。好似我哋公司咧，喺國內嘅生產佔我哋公司嘅生產98%。咁樣我哋希望咧，如果馬來西亞同埋印尼嘅工廠搞好啦，我哋喺國內咧佔嘅比例就可以減少。除咗東銘集團之外，其他香港嘅廠商亦都有部分作出類似嘅計劃，去到減低投資嘅風險。其實香港廠商以三來一補嘅方式喺內地開廠，相對於大型項目嘅投資，例如酒店等等嘅投資，牽涉嘅固定資產投資係細好多㗎。佢哋面對目前中國政局已經有咁嘅轉變，咁對於嗰啲喺中國嘅大型項目投資者，影響就更加大。自從1979年中國開放以嚟，到1987年，中國吸收嘅直接投資金額超過200億美元，運用嘅投資金額係80幾億，其中喺中國投資嘅外資有超過50%係嚟自港澳地區。咁佢哋對國內投資又會有啲乜嘢嘅表現呢？喺個總體嘅政治經濟環境咧，就一定會比以前咧發展得慢好多啦，開放得慢好多啦，而且甚至咧會有收縮都唔定。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個影響係普遍嘅，所有嘅外資商人啦，對於去中國投資咧，有部分人咧會將個計劃延遲啦，有啲部分人咧可能會將計劃取消。但即使繼續投資嗰啲咧，佢嘅考慮咧亦都係話咧已經喺度嗰啲或者維持啦，係咪會增加得咁快？咁啊變成即係亦都會逐步咧慢慢睇定嘅形勢先至去再做啦。而且個投資嘅週期亦都會比較收短啲啦。至於喺中國投資嘅外資公司實際嘅睇法係點樣呢？經貿界人士譚兆章最近對40幾間外資公司嘅高層行政人員做咗一項調查，調查係有咁嘅結果。目前照形勢嘅睇法咧，中國仍然係大力去鎮壓個民運同埋搜捕嗰啲反對派嘅知識分子咧，並且對外國態度非常強硬，所以佢哋咧就覺得短期之內呢個雙方嘅對立嘅危機咧都係冇法解決。咁喺短期嗰度咧就基本上邊大家都認為嗰個局勢仲未明朗、未定，個觀望氣氛好濃厚，而且大家都喺度密切注意嗰個時局嘅。咁多數被訪問人認為咧，嗰個形勢長期都唔能夠好容易明朗化嘅。而少部分人咧對個局勢同埋中國嘅經濟咧抱非常悲觀嘅態度，但係絕大多數嘅外商，特別係我哋接觸嗰啲外國嘅人咧，對中國嘅市場仍然非常之樂觀嘅。究竟佢哋會唔會放棄中國市場？即係對個市場嘅根本嘅態度做一個調查。咁結果咧就係話，絕大部分都係話唔會嘅，即係暫時唔會。依個咁嘅基本嘅觀點咧，令到大家對中國市場嗰個基本態度咧係冇變化，儘管信心係已經有影響啦。呢種信心嘅影響所造成嘅心理障礙，其實已經實質反映咗喺近期嘅經濟活動。咁當然呢個心理障礙唔係話完全係無形嘅，佢係好快地咧就會變做一種實質嘅障礙啊。譬如喺短嘅2-3個禮拜內咧，
啲實質嘅呢個心理障礙演變為實質嘅情況咧，就至少大家睇得到有幾樣嘢啦。啊，第一銀行啊，銀行今日嚟講咧就口噏咧，就話喂，我哋唔想貸款俾同中國有關嘅項目啦。啊，我哋對中國投資項目我哋要三思啦。啊，最近呢一兩日就話同中國嘅來往嘅銀行息口要高啲啦。啊，第二嚟講，當然就香港嘅，首先香港嘅公司喺呢2-3禮拜咧，就好多公司咧嗰實力咧就受到一定影響啦。啊，股票跌咗3成，如果做地產嘅，地產跌咗1成、2成甚至3成。啊，咁呢方面咧就影響到咧呢啲公司本身嘅實力，就再去中國投資嘅實力同埋意願。調查亦都反映出外資公司係有咁嘅表現。咁大致從短期方面嚟講咧，信心打擊係非常嚴重嘅。投資同經營嘅信心咧，全面受到國內政局嘅牽制，股市啊、地產啊、金融啊係全面倒退嘅。同中國業務嘅公司同部門咧都面臨收縮，信貸亦都收縮，通脹亦都會預測係加劇嘅。從長期嚟講咧，基本上邊係冇辦法睇到個明朗嘅象徵。睇中國政局發展咧嚟決定嘅一定，而需要咧較長嘅時間去恢復。移民嘅危機咧，亦都會擔心繼續惡化，成本咧面臨激增，經營亦都百上加斤。但香港咧，佢哋認為我哋有個好處就係曾經有個豐富嘅應付危機嘅經驗喎。我相信有啲人話憑即係香港人嗰啲堅毅嘅變通嘅精神咧，都可以化險為夷嘅。咁即係呢個係嗰個即係比較樂觀嘅一面啊。依照財經界人士嘅分析，香港嘅商人就算能夠渡過今次嘅難關，將來佢哋要再投資，都會將香港同埋中國納入去高風險嘅範圍，要求呢個回收率高同埋短時間要回收㗎。咁睇嚟，除非中國嘅政治體制能夠徹底改革，咁先至能夠完全恢復返投資者對中國嘅信心㗎。好啦，咁喺下一節咧，我哋會同大家睇下香港喺擔當咗支援北京學運之後所出現嘅一啲問題，一陣間見啦。民主同自由呢啲咁嘅概念啊，係啊，有部分香港人更覺得應該鞏固起香港人嘅民主意識，令佢成為日後向中國政府爭取民主嘅大後方添。不過港督同兩局首席議員咧就呼籲香港市民喺中國境內咧要遵守中國嘅法律。喺咁嘅情況底下，香港支援北京學運究竟點樣先至可以發揮到作用，而又唔會抵觸中國嘅法律呢？國內嘅民主運動終於喺槍炮嘅屠殺聲之中結束。人民萬歲！而喺呢2個幾月，香港方面亦作出咗前所未有嘅聲援行動。除咗發動上百萬人嘅大示威行動之外，各方面嘅機關團體亦紛紛發起募捐，支援國內嘅民運。而當北京喺上個星期開始大舉搜捕佢哋稱為嘅反革命暴亂分子，香港亦就作出咗相對嘅回應。英國嘅《衛報》就引述咗保安司班禮信話，鑑於中國事態發展，港府經已準備好向嚟自中國大陸嘅政治難民提供庇護。《衛報》又話，港府係了解到呢項行動會增加中港之間嘅緊張。經過今次嘅血腥鎮壓，中港關係好明顯經已起咗一定嘅變化。喺好多人心目中，香港經已唔單止係一個支援中國四法嘅基地，更係日後支援國內民主運動嘅大後方。而呢個大後方，而家經已準備對嚟自國內嘅政治難民，以及係喺本港有可能受到威脅嘅人士提供庇護。咁嘅做法，究竟會唔會更加刺激北京政府破壞中港以往嘅互惠關係呢？可能會，可能唔會。我覺得而家好難呢，就係即係下判語呢啲係是否係好重要嘅人物啦，抑或係比較上即係佢參與嘅層面唔係咁深啊。咁我諗呢個睇個個案點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全世界完全係各國都係公認嘅一個係政治嘅標準嘅，所以中國都唔例外嘅。
有持有同呢個英國或者香港不同政見啲人都可以尋求中國庇護咁同埋持有同呢個中國嘅政府不同政見人亦都可以尋求呢個英國同香港嘅庇護。咁呢個就係全世界都係接受呢個標準。我哋喺呢一點上邊咧係義不容辭嘅。我覺得，假如話咁樣影響香港，我哋就乜嘢都會影響香港㗎啦。我哋支聯會嘅存在咧，亦都會有好多人唔中意嘅。咁樣嘅時候啊，我哋只有舉手投降，甘心去做狗或者做奴隸嘅啫。不過中國方面喺呢個時候就以全國人大工作人員來信嘅形式向香港提出警告。我國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允許香港在1997年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香港人在香港發表什麼主張，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香港人來到內地就必須尊重中國的法律，遵守中國的法律。最近，香港某些人到內地來，鼓勵、支持、參與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非法活動，是中國法律所不能允許的。而事實上，支聯會就曾經派代表李卓人帶錢北上支援北京嘅靜坐學生。因為咁，李卓人就被扣押審查咗3日，卒之喺寫過悔過書之後，只可以返香港。6月3號早上，政府宣布了反革命暴亂之後，我沒有搞任何活動。我現在明白，我接觸市高聯、外高聯、廣場指揮部是錯的，因為他們是非法組織。我申明今後不再在北京不再搞任何活動。而至於今次留低喺北京嗰200萬捐款，支聯會就話日後一定會向中國政府追討返。除此之外，支聯會仲定落咗啲計劃，希望藉此鞏固起香港呢個民主大後方嘅實力。我哋已經肯定落嚟需要做嘅，首先就係反新聞封鎖，要使到呢一次北京鎮壓嘅事件咧，更多嘅中國人知道。咁第二點咧就係援助嘅問題，對於一啲死難咗嘅同胞或者被捕嘅民運分子，佢哋嘅家屬，我哋應該係要照顧佢哋嘅生活。根據香港電話公司中國事務嘅負責人就話，喺血洗天安門廣場之後嘅3日，由香港至北京嘅電話就比平日增加咗最高去到7倍咁多。而喺呢個時候，亦有好多人甚至用寄信同電傳將屠城嘅報導傳翻去中國，俾國內嘅人知。不過中國當局喺呢幾日就經已作出對策，包括扣查信件、監察傳真機同影印機嘅使用。我哋就係疏咗呢一點嘅，因為我哋唔知道啊，中國嘅白色恐怖係咁嚴厲，對所有信件要檢查，或者收到信嘅人要自動舉報。咁若果而家出現咁嘅情況咧，我哋係勸喻啊，所有嘅人寄信翻去國內嘅時候，就主要係寄去單位或者機構，咁唔需要人名收。咁如果假如係寄俾私人嘅話，最好唔好寫人名。而黃宏發就更強調，香港人要對國內民運做任何嘅支援，都要先搞清楚國內嘅法例。在香港呢方面採取任何行動，譬如係寄信啊嗰啲咁嘅嘢咧，就呢樣嘢香港唔構成犯法。但係譬如在國內採取某啲行動，譬如係入到裏邊，譬如係俾錢人去買軍火嗰類咁嘅嘢咧，呢個完全係犯法。就喺街道上面張貼報紙咧，就完全係呢個喺佢裏邊係犯法嘅行為。雖然我哋認為呢件事唔係犯法，但係香港在97年之前喺英國嘅統治係唔係淨係一國兩制，根本有2個不同嘅主權底下統治。咁就可以即係堅持呢一點，就係我哋同埋裏邊大家係行2個唔同嘅法律嘅制度啫。當你喺裏邊嘅時候，自然就受到裏邊嘅法律嘅制裁。但係要遵守國內嘅法例，以免行差踏錯，犯上反革命、煽動暴亂呢啲咁嚴重嘅控罪。香港人究竟又可以點樣去支援國內嘅民主活動呢？
作為一個民主大後方，唔會俾人視為一個反共嘅基地？中間有冇一條線可以畫得出嚟？我覺得係221122嘅時間嚟，我哋就叫民主運動。有啲人就話我哋反革命，其實就係一件事。我哋嘅目的就係希望有一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嘅中國。假如咁樣嘅要求啊，咁樣都認為係反革命嘅話呢，實在係太可笑。不過雖然係咁講，但支聯會喺制定支援嘅行動上，而家就變得好審慎。而家國內好多嘅民運分子已經轉入地下活動咧，咁支聯會有冇考慮過對呢班民運分子繼續提供支援咧？我相信佢已經轉入地下嘅話咧，我哋亦都好難同佢接觸。咁同時我哋嘅工作咧，全部係公開嘅。咁假如有人想支援呢一類咁嘅活動咧，應該係其他機構去做嘅。就我哋支聯會咧，就唔會做呢方面嘅工作。會唔會覺得即係對國內呢班曾經灑熱血拋頭顱嘅民運分子，而家放棄咗佢哋咁做法？呢個唔係放棄，每個團體有自己嘅特點，只能夠做自己能夠做到嘅事。咁我哋唔係話反對，甚至我哋係熱烈歡迎其他嘅人啊，或者其他嘅團體啊，佢哋比較適當嘅途徑嘅話咧，佢哋去支援佢哋。革命唔可以輸出，民主亦都唔可以輸出嘅。要爭取中國嘅民主啊，最重要嘅動力咧，仍然在10億嘅人民。即係呢個民主大後方或者係後勤基地或者係堡壘啦，嗰個概念，我認為最主要就在於香港自己本身已經做一個示範作用。我哋基本上成個體制就一路崇尚呢個法治同埋自由啊。香港體制係好嘅話，自然會即係口傳口咁傳俾中國嘅10億人、10億同胞，大家都可以知道，就自然會取發呢一樣嘢。咁講法嘅支援嘅形式係咪只係一啲呼籲啊，係一啲示範作用，而具體嘅形式係可以話冇嘅？我哋唔係有啲嘢好覺得佢好形式，但係佢做落去嘅時候咧，佢嗰個影響亦都可能好深遠嘅。譬如咧？譬如好似我哋進行呢啲教育工作咁啦，譬如特別喺對年青一代進行呢啲公民教育嚟講，認識呢件事件，認識應該點樣去愛國，民主係咩東西，咁我哋希望啊進行一啲深入嘅教育工作，將佢呢種愛國民主思想能夠鞏固落嚟。咁呢啲咧係可以相當具體咁去做嘅。中國官方呢幾日一再點名批評香港人破壞中國嘅法律，助長佢哋嘅所謂反革命暴亂。係啊，有啲人亦已經開始提到，香港人關心國內嘅事係應該嘅，但點去做就應該審慎從事。好啦，節目嘅時間又到，下星期見，拜拜。拜拜。